由零開始，一個陪住你進入夢鄉嘅節目。好啦，歡迎收聽 PopUp.com 嘅由零開始啊！呢度繼續有出體傾同埋即其離岸神啊！但係你把聲都係沙沙地。我把聲沙沙地，係咪好特別零舍有磁唔係性、零舍性感嘅聲音？係啦，上次唐望咧講解咗咧。究竟同盟呢，究竟會係點樣啊？而呢，究竟點樣去收復一個同盟嘅一個巫士？係啦，就係同佢打摔角啊！大家記唔記得啦？好啦，咁講完之後呢，當日晚上呢，卡斯呢對唐望講呢，或者呢，卡斯前一晚睇到嘅呢，只係一隻飛蛾呢，大家記唔記得啦？唐望就笑咗起嚟啊！佢內心咁解釋呢，嗰啲飛蛾呢，只會喺電燈膽前面呢飛嚟飛去啊，因為燈泡呢唔會燒咗佢哋嘅翅膀啊，而火焰呢就會喺飛蛾呢一靠近嘅時候呢就即時燒死佢哋啊。唐望同時指出呢，嗰道黑影啊，甚至呢遮住咗成個火焰喎。當唐望一講起呢一點呢，卡斯先記得啊，真係呢有好大笪嘅黑影啊，的確呢係遮住咗火焰呢一剎那。咁呢個冇可能係飛蛾嘅情況啦，好大隻飛蛾咯。唔知呢，只係呢個情況呢發生得咁快速呢，卡斯冇特別喺記憶之中強調呢件事啊。然後呢，唐望再指出啊，火花呢亦都好巨大啊，飛向卡斯嘅左邊啊。卡斯有注意到呢個現象，佢話呢可能呢有風呢向住嗰個方向吹呢。唐望就話：切，當時根本就冇風。卡斯話唐望係啱噶，經過卡斯嘅回憶之後呢，佢記得當時的確係冇風啊。另外一件呢，被阿卡斯忽略嘅事就係呢，火焰之中呢有綠色嘅光啊。呢個呢係黑影掠過之後啊，唐望要卡斯呢繼續注視火焰嘅時候呢，卡斯就注意到呢件事啦。唐望幫助卡斯記起呢件事啊。唐望亦都唔同意呢，卡斯稱之為一道黑影啊。唐望話呢，佢係圓嘅，更加似呢一個泡泡。記唔記得？黑色嘅泡泡。記唔記得泡泡呢樣嘢啊？嚇！就係呢個做夢的藝術裏面呢，嗰啲無機生物呢，就係一個泡泡咁啊。好啦，2日之後啊，即係1969年嘅12月17日啦。唐望呢用好隨意嘅口吻話呢，卡斯已經知道一切細節啦，同埋必要嘅技巧啦。卡斯可以自己呢去山裏面呢攞到一樣力量之物啦，亦即係呢嗰一個精靈捕捉器啊。唐望鼓勵卡斯呢應該單獨自己去進行啊，因為唐望嘅陪伴呢只會阻礙咗卡斯啫。卡斯正準備啟程嘅時候呢，唐望又改變主意啦。唐望話：你仲未夠強壯啊，不如等我陪你去到山腳啦。佢哋抵達咗呢，卡斯睇見看見同盟嘅嗰個小峽谷啊。唐望觀察遠方嘅山脈啦，亦即係呢，卡斯曾經見到嗰個洞穴啊，即係聲音嘅洞穴同埋山嘅洞穴啦，合埋一齊啊，嗰一個山區啊。唐望話呢，佢哋呢一定要呢向住南方呢更加深入山裏面。同盟嘅所在地啊，係佢哋呢透過嗰個洞穴呢所能夠望到最遠嘅地方。卡斯望住嗰啲山脈啦，只能夠睇到呢遠處一團嘅青綠啊。唐望帶住卡斯呢向住東南方前進啊。經過幾個鐘頭嘅步行之後呢，幾個鐘佢哋抵達一個地方，唐望話呢算係夠深入同盟嘅所在地啦。佢哋留低佢哋坐低休息嘅時候呢，已經下晝啦，好晏噶啦。佢哋坐喺石頭上面啦，又攰又肚餓啊。卡斯話成日呢只係食咗一啲粟米餅啦，同埋水啊。唐望突然企起身啊，望住個天空啊，用命令嘅語氣呢就叫阿卡斯啊向住你嘅最佳方向進發啦，並且呢要記住而家嘅位置啊。完成呢個任務之後呢，佢嘅任務就係去揾一個精靈捕捉器啊，先能夠揾到條路翻嚟啊。唐望向卡斯保證呢，佢會留低喺呢度等阿卡斯塔尼達嘅，就算等到海枯石爛啊。卡斯好擔心咁問阿唐望，係咪覺得呢去拎精靈捕捉器呢一個任務呢會花好多嘅時間呢？唐望就話鬼知咩？跟住佢露出一個神秘嘅笑容啊。卡斯向住東南方行過去啦，呢個呢就係佢嘅最佳方向啊！佢則不時擰轉頭呢望下唐望，唐望呢正緩慢咁呢向住相反方向行過去。卡斯爬上一座小山啦，見到唐望啊，佢呢距離卡斯呢至少有200碼，佢冇擰轉頭望下卡斯塔尼達啦。卡斯跑落山啦，嚟到山同山之間嘅一個低凹處，
突然發現呢自己係孤獨一個人啊。卡斯坐低休息啦，好奇怪自己究竟喺度做啲乜呢？心諗啊，呢個呢真係一件最蠢嘅事啊！去揾乜鬼嘢精靈捕捉器呢？卡斯跑返去原本嗰個小山丘上面，但係已經見唔到唐望啦。卡斯向住最後一次呢望到唐望嘅方向跑過去，想要放棄呢個任務啊！然之後呢就返屋企啦。卡斯覺得自己呢又蠢又累又攰啊！跟住佢不停咁大叫唐望，唐望完全失咗蹤啊！卡斯又跑上另一個山丘啦，仍然係見唔到唐望啊！卡斯跑咗一段路呢尋找唐望，但係呢唐望已經消失咗啦。卡斯追蹤翻自己嘅腳印啦，翻到呢原本呢離開唐望嗰個地方，好奇怪啊！自己呢相信唐望呢會坐喺嗰度呢嘲笑自己嘅軟弱啊！跟住卡斯呢發脾氣，佢大聲咁講：我到底幫自己惹咗啲咩麻煩啊？呢個時候呢，卡斯就知道啊，已經冇辦法半途而廢啦，又唔知道呢要點樣翻去停車嘅地方。唐望帶卡斯嚟嘅時候呢，兜咗好多路啊，只係知道東南西北呢係唔夠㗎。卡斯驚自己呢會迷失喺山裏面啊，佢坐低落嚟啦，成世人呢首次啊奇怪咁感覺自己呢冇辦法翻原本個起點啊。唐望曾經講過啊，卡斯一直堅持呢凡事都有一個開始嘅起點，但係實際上呢根本就冇乜嘢開始嘅。而家呢，卡斯話自己呢困喺呢個山中啊，佢話呢，佢諗呢，佢知道唐望嘅意思啦。所謂嘅起點呢，其實就係自己。唐望就好似呢從來冇存在過咁。當卡斯尋找唐望嘅時候呢，唐望呢就顯現咗佢嘅本質啦，一個消失於群山之中嘅幻影。卡斯聽見樹葉嘅沙沙聲啦，聞到一啲呢奇怪嘅香味啊。卡斯感覺呢風喺佢耳仔裏面呢造成壓力啊，產生呢溫和嘅聲音啊。太陽呢就嚟落山啦，咁啊卡斯呢感覺到呢太陽呢匿埋喺嗰啲橙色嘅雲後面。卡斯瞓低落嚟啦，四周圍係咁寧靜啊，同埋祥和，但係又咁陌生。卡斯覺得呢深受感動啊，喺大自然之中啊。佢話佢唔想喊啊，但係眼淚呢冇辦法抑制咁流落嚟。瞓咗幾個鐘啊，突然間就即其離昂神啊，真係。係啊。佢呢幾乎冇辦法起翻身啊，地上面嘅石頭好硬啦。卡斯瞓嘅地方呢幾乎係寸草不生啊，同四周圍濃密嘅樹叢呢形成強烈嘅對比啊。由卡斯瞓嘅地方呢，可以望到呢東邊山脈上面呢高聳嘅樹木啊。最後呢，終於天黑晒啦。卡斯覺得呢好得多，事實上呢係開心喎。對卡斯嚟講啊，夜晚呢要比呢咁即係猛烈嘅陽光呢更加有呢個滋養啦，同埋保護啊。卡斯企起身啦，爬上一個小山頭啊，開始呢做唐望教佢嘅程序啦。卡斯向住東方跑咗7次啊，終於感覺到呢手掌心嘅溫度呢有改變啊！大家記唔記得啊？要另個方向呢？佢一早做咪唔使等咁耐咯。唔係要夜晚開始嘅咩？卡斯呢喺嗰個距離呢生咗一堆火啦，完全遵照呢唐望嘅程序啊！佢仔細觀察所有嘅細節啊，正如唐望所指示。但係佢又要揾翻唐望啊嘛。佢係咯，多餘啊！幾個鐘之後呢，卡斯感覺呢非常疲倦啦，同埋寒冷啊！我覺得呢，佢要揾翻唐望呢，呢個呢直頭違背咗呢個戰士嘅原則哦，係咪啊？你應該視死如歸啊嘛！卡斯呢執咗一大堆嘅樹枝啦，不停咁餵火。卡斯嘅疲倦呢係咁強烈啦，佢竟然呢瞌眼瞓啊，掉晒魚啊！有2次呢瞓着咗，個頭呢側咗一邊呢先至驚醒。卡斯實在係太過攰啦，冇辦法繼續注視火焰啊！佢飲咗啲水啦，潑水呢去到面上面呢保持清醒啊，但係只係成功呢令自己清醒咗一陣啊！卡斯覺得呢沮喪啦，同埋好易嬲啊，覺得喺嗰度呢實在係好蠢啊！佢心灰意冷啦，又餓又攰啊，莫名其妙咁痛恨自己啊！最後終於呢放棄掙扎啦，佢就喺呢火裏面呢加咗一大堆嘅枯枝，然之後呢攤低就瞓覺啦。尋找同盟啦，同埋精靈捕捉器呢，成為一件最荒謬啦，同埋最奇怪嘅任務啊！卡斯甚至即係佢無啦啦會有呢個覺悟先奇怪喎。咪就係咯。
卡斯呢甚至覺得啦，冇辦法思考啦，或者喺心裏面自言自語。卡斯自然地呢就進入咗夢鄉啦。突然間啊，卡斯俾一下呢響亮嘅聲音驚醒啊！唔理係咩聲音啊，似乎呢就喺卡斯嘅左邊耳仔嗰度啊。因為卡斯呢係向住右邊呢嚟到側臥噶。卡斯清醒咁坐起身啦，左耳呢被嗰個聲音呢震到呢嗡嗡作響啊！大家記唔記得啦？唐望曾經話呢，嗰啲好嘅精靈呢，或者同盟呢，係會造成呢樹枝嘅斷裂聲啊！唐望仲話呢，你要好確定啊，係真係有條樹枝斷咗啊，而唔係呢淨係得聲音啊！好啦，呢啲會唔會就係嗰啲聲音呢？由嗰堆呢仍然燒緊嘅火嚟睇呢，卡斯話呢，佢一定只係瞓咗好短時間啫。跟住佢就冇再聽見任何聲音啦，但係呢，佢就保持警覺啊，繼續喺火裏面呢添加呢個枯枝。卡斯突然諗到啊，可能驚醒卡斯嘅呢係一下槍聲啊，或者呢有個人呢喺附近監視緊卡斯啊，對阿卡斯呢射槍啊。呢個諗法呢變得非常真實啊，開始產生呢好似山崩咁樣嘅恐懼推理。卡斯確信啊，呢個地方呢係屬於私人嘅土地啊，或者有人呢會將卡斯當成小偷呢而射殺佢，又或者呢想搶劫卡斯呢而射殺佢啊。但係呢，其實卡斯依家呢身上面係一無所有嘅。卡斯對自己安全呢產生極度嘅關切啊，膊頭同條頸呢變得好僵硬啊。佢無啦啦嘅喎。係啊，胡思亂想啦。卡斯上下搖動自己個頭啦，頸骨呢發出陣陣嘅響聲。卡斯繼續注視啲火焰啦，但係呢就冇睇見呢任何不尋常嘅嘢，亦都冇聽見任何嘅噪音啦。一段時間之後呢，卡斯放心好多啦，諗到呢一切呢可能呢只係唐望喺幕後搞鬼啊。卡斯就即刻相信呢實情就係咁啦。呢個諗法呢令到卡斯呢發笑啊。點解突然間咁單純呢？唔知啊，佢又產生咗呢山崩咁樣嘅推理啦。不過呢次呢係快樂嘅推理啊。卡斯諗啊，唐望一定係呢懷疑卡斯會改變主意，唔想留喺山裏面，又或者呢，唐望係見到卡斯呢喺度揾緊佢，於是就即時匿埋喺山窿啦或者樹叢裏面，然後呢就跟蹤卡斯塔尼達啦。當唐望發現卡斯瞓着啦，就喺佢呢耳仔邊呢屈斷啲樹枝呢嚟到整醒佢啊。卡斯喺火裏面呢又加咗啲枯枝，開始假扮呢不經意咁四周圍望啊，睇睇能唔能夠呢無意中發現唐望。佢知道啊，唐望如果真係要匿埋呢，卡斯係冇可能揾到唐望嘅。一切都好平靜啊，蟋蟀呢直卒喺度叫啦，風吹草動啦，周圍呢山坡嗰啲樹林呢都喺度喐緊啊。枯枝呢燃燒嘅時候呢，溫和嘅爆裂聲啦，火花呢四處飛揚。不過今次呢只係一啲普通嘅火花啫，唔係上次嗰啲黑人憎嘅精靈啊。突然間呢，卡斯聽到啊一條樹枝呢折斷嘅聲音，啪一聲嚟自左邊啊。卡斯呢氣都唔敢唞啊，專心咁聽啊。過咗一陣之後呢，聽見右邊另一條樹枝折斷嘅聲音，又係啪一聲。然後呢，卡斯聽見呢遠處傳嚟呢連續嘅樹枝折斷聲啊，就好似呢有個人呢踩住啲樹枝嚟到行咁啊，聽起嚟呢豐富而充滿質感啊，正逐漸接近啊。卡斯嘅反應非常遲緩啊，唔知道應該去傾聽啊，定還是企起身。正考慮點做呢，突然間四周圍全部都係樹枝折斷嘅聲音，卡斯差啲呢嚟唔切跳起身呢踩熄啲火。卡斯開始喺黑暗之中呢跑落山啦，穿越樹叢嘅時候呢，卡斯所諗到嘅呢係呢度係冇平地噶，佢周不時呢彎腰啊嚟到保護塊面啊，唔好俾啲樹枝劃損啦。跑到山腰嘅時候呢，卡斯感覺有啲嘢喺後面啊，幾乎就嚟掂到佢啦。嗰啲呢唔係咩樹枝啊，而係某種呢卡斯塔尼達直覺知道呢就嚟要追到佢嘅嘢。呢種了解呢令到卡斯凍結喺原地啊。佢呢即時呢剝咗件褸啊，塞喺個肚皮嗰度，然之後就踎低啦，用手呢遮住眼睛啊，正如唐望呢之前所指示啊。唔可以偷睇啊嘛。係啊，大家都記得哦。如果佢捱到天光呢，就冇事啊。好啦，卡斯呢保持呢種姿勢呢一陣啊，發覺四周圍呢一片死寂啊，冇任何聲音。卡斯覺得呢極為警覺啊，腹部嘅肌肉呢緊張咁抽搐啊，然後卡斯呢
就喺呢個時候聽到另一聲嘅斷裂聲啦，啪！似乎呢喺冇幾遠嘅地方啊，但係異常清晰嘅。然後呢，又一聲離阿卡斯呢近一啲，一段寂靜之後呢，某樣嘢啊喺卡斯塔尼達頭上面呢爆裂開啊！呢個突然嘅聲音呢，令到卡斯呢跳起嚟啊，差啲跌落地啦。毫無疑問啊，嗰個係一條樹枝呢被截斷嘅聲音啊！嗰個聲音呢係咁近啊，卡斯甚至可以聽見呢樹枝被截斷嘅時候呢嗰啲樹葉嘅摩擦聲啊！佢咁咪冇遵照唐望嘅指示咯？佢唔係叫佢踎喺度挨到天光嘅咩？係呢，似唔似以前洪金寶嗰啲戲啊？即係呢嗰陣時呢，某套戲我唔記得係人玩人定係鬼嚇鬼之類啦。鬼玩人。佢同唔知邊個啦，輸到嘛，要留喺嗰個義莊啊棺材嗰度呢一晚啊嘛。跟住佢話死緊啦，跟住有個唔知咩法師呢教佢嘛，3間就要匿喺橫梁上面，跟住4間呢，係你記唔記得呢段啊？跟住呢4間呢就要匿喺個櫃底咁樣，類似係咁樣啦。跟住佢遵照呢個指示啊嘛。好啦，跟住落嚟呢一陣呢，好似雷雨咁樣嘅截斷爆裂聲啊，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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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周圍呢全部都係樹枝被截斷嘅聲音啊！呢個時候呢，好唔協調嘅呢就係呢卡斯對呢件事嘅反應啊！卡斯冇被嚇親，反而呢笑起嚟啊！佢真心相信呢自己知道呢一切嘅原因啊，就係唐望又喺度玩鬼佢啦！一系列嘅邏輯推理呢，加強咗卡斯嘅信心啊！卡斯好高興啊，相信呢能夠呢捉到唐望呢隻老狐狸啊！唐望呢一定喺阿卡斯四周圍呢喺度屈斷啲樹枝啊！佢知道呢卡斯唔敢偷睇啦，佢呢就可以隨心所欲啦。卡斯諗啊，唐望應該呢只有一個人嘅，因為呢卡斯同阿唐望一齊幾日啦，唐望應該冇時間或者機會呢去揾其他嘅同伴啊！如果係一個人呢，咁樣唐望呢應該只能夠製造出有限嘅聲音。而且呢，聲音一定係有先後嘅順序，亦即係話呢，一次一個聲音，又或者呢，最多一次2、3個聲音啦。聲音嘅種類呢，亦都限制於呢一個人所能夠製造嘅聲音啊。卡斯繼續，佢都諗得幾多喎？係啊，好似即期咁咯，諗好多嘢啊嘛。係啊。佢繼續踎喺度唔喐啦。佢呢滿心相信呢成件事呢係一場遊戲，唯一能夠佔上風嘅方法呢，就係呢喺情緒上啊保持疏離啊。卡斯幾乎呢係享受緊呢一切啊！佢發現自己呢喺度偷笑，預測對手呢嘅下一步行動啊！當然啦，佢嘅對手就係唐望啦。佢喺度諗緊，如果我係唐望，跟住落嚟我又會點樣做呢？我又會點樣玩啊？卡斯塔尼達呢？一陣含混嘅聲音呢打斷咗卡斯嘅想象啊！卡斯注意咁聽啦，嗰個聲音呢就再次發生啦。卡斯冇辦法辨認係咩聲啊，聽起嚟呢似係動物飲水啊！喺好近嘅距離呢，又再度發生啦。佢話呢，嗰個係一種呢令人討厭嘅聲音，令卡斯塔尼達諗起呢一個大口嘅女仔呢喺度咬香口膠嘅聲音啊！大家聽下呢個比喻。卡斯正奇怪呢，唐望點整咁嘅聲音呢？唐望個口又冇咁大，跟住呢，呢個聲音呢又再次響起啦，又嚟自右邊啊，先係一聲啦，然後呢，卡斯聽見呢一連串含混嘅液體聲啊，就好似有個人呢喺泥濘之中呢喺度行走啊，係一種令人激動啦，充滿咗肉感嘅雙腳呢插入泥入面嘅聲音啊！呢個聲音呢停咗一陣啊，然後呢又發生喺左邊，非常近啊，可能呢只有10尺遠啊！而家聽起嚟呢，就直頭似一個呢好肥嘅人呢着住水靴啊喺泥裏面行咁啊！卡斯對呢種聲音嘅豐富質地呢感到讚嘆，佢諗唔出任何簡單嘅工具呢或者方法呢能夠製造呢種聲音。跟住卡斯又聽見呢另外一連串泥濘嘅聲音呢嚟自身後啊，然後四周圍都係呢種聲音啊，就好似有個人呢喺卡斯四周圍呢喺度踩緊啲泥濘啊，然之後呢踩緊啲泥漿啊，圍住卡斯喺度打轉。於是卡斯呢產生一個合理嘅疑問啦。就係如果唐望喺度做呢一切，佢一定要用驚人嘅速度呢圍圈啊跑先至得。聲音嘅速度呢令到呢個推測呢變得冇乜可能啊！卡斯諗唐望一定係有個同謀啊！卡斯喺度估緊啦，佢嘅同謀係邊個呢？多數係唐哲拿羅啊！如果係嘅話，但係梗唔係啊！
但係聲音強烈到呢，令到卡斯冇辦法專心，亦都冇辦法呢清楚咁思考。但係卡斯並唔驚喎，或者呢只係俾呢個聲音嘅怪異呢搞到佢糊塗晒啫。呢種稀泥嘅聲音呢開始震動起嚟。事實上呢，佢似乎呢係對卡斯嘅腹部呢發出震動，又或者呢係對卡斯嘅下半身啊接收咗呢個聲音嘅震動。卡斯塔尼達即刻呢失去客觀同疏離啦，就係佢覺察到啊呢個聲音呢竟然攻擊緊卡斯塔尼達嘅腹部啊！卡斯諗到，如果唔係唐望嘅話，咁點算啊？卡斯即時呢驚慌起嚟啊！佢緊縮腹部嘅肌肉啦，用大髀呢夾住嗰件褸。聲音嘅數目呢同埋速度呢都增加咗啊！就好似呢啲聲音呢知道卡斯呢失去自信啊！佢哋嘅強烈震動呢令到卡斯呢想要嘔啊！卡斯忍住呢想作嘔嘅感覺啦，開始深呼吸啦，而且呢個時候呢佢就唱起呢自己嘅培約特之歌。但係呢，點解唔係密斯卡力陀之歌呢？但係呢，始終都係嘔咗啦。泥鈴聲呢，佢一嘔啊，即刻就停咗啦。蟋蟀聲啦、風聲啦，同埋呢遠方啊土狼叫嘅聲音呢，開始浮現啦。呢一陣突然嘅停頓呢，令到卡斯呢能夠唞一啖氣，重新掌握呢個情況。冇耐之前呢，卡斯仲係充滿信心同埋冷靜嘅，但係顯然呢，卡斯錯誤判斷咗成個情況啦。就算唐望係有同謀啊，要佢哋製造出呢能夠影響卡斯腹部嘅聲音呢，都係唔可能嘅。呢種強烈嘅聲音啊，需要呢超過佢哋能力範圍嘅音響器材呢先能夠做得出啊。顯然呢，卡斯所經驗嘅現象呢，唔係一場遊戲，而唐望搞鬼呢，只係卡斯呢亂咁諗嘅推理啊。卡斯嘅肌肉呢喺度抽筋啊，跟住。其實呢，佢係好想呢瞓低落嚟，伸直兩隻腳嘅。卡斯決定呢向右邊移動少少，將塊面呢由嘔嘅地方呢移開啊。當卡斯呢開始移動嗰一刻呢，左邊耳仔呢就傳嚟一聲輕柔嘅一聲，卡斯凍結喺原地啊。同樣嘅聲音呢亦都發生喺卡斯嘅另一邊啊，只有一聲啫，就好似呢一道門呢摩擦嘅聲音，咁樣啊。卡斯等待緊啊，但係呢冇再聽到任何聲音啦。於是呢，再決定移動一啲啲啊。卡斯只係將個頭呢向側呢，向右邊呢稍為移動咗一寸，就被嚇到呢跳咗起嚟啊！一陣摩擦聲呢，好似浪潮咁呢，將阿卡斯淹沒啊！有時呢就好似門嗰啲呢嗰啲聲，有陣時呢就好似老鼠或者天竺鼠呢嗰啲吱吱聲啊，嗰啲唔係好響嘅，而係呢輕柔啦同埋陰沉啊，令到卡斯呢有好多呢好難頂嘅嘔吐嘅感覺啊，然後呢慢慢減少啦，直到最後呢只係聽見一兩聲，卡斯仍然係想作嘔嘅感覺啊，然後呢卡斯就聽到啊，好似呢一隻大嘅雀仔呢喺樹上面拍翼嘅聲音啊。佢似乎喺頭上面轉啊，輕柔嘅摩擦聲呢再度增加啦，翅膀拍打嘅聲音呢亦都增加咗，頭上面呢就好似有一大群雀仔呢喺度拍打柔軟嘅翅膀，兩種聲音呢會融合埋一齊啊，造成一種呢包圍人嘅聲波。卡斯感覺呢漂浮喺呢個浩瀚嘅聲音嘅海洋之中，全身呢都能夠感覺到啊平滑啦柔和嘅摩擦聲啦同埋翅膀聲。雀仔成紮雀仔嘅翅膀聲呢，就好似呢由上面拉扯緊阿卡斯，而老鼠嘅吱吱聲呢，就好似呢從身體下面呢推阿卡斯塔尼達咁啊！卡斯心裏面啊，毫無疑問咁相信，由於卡斯愚蠢嘅錯誤啊，已經呢為自己揾嚟呢可怕嘅麻煩啦。即係點啊？因為佢嘔咗，然之後佢避開啲嘔。唔係，因為佢估係佢估係唐望搞佢，其實完全唔係。咁佢估錯咗啊嘛，咁所以咪咩咯？就俾嗰啲同盟搞佢啦。卡斯呢話呢，佢咬緊牙關啦，深呼吸啦，唱起呢佢嘅培約特之歌啦。嗰啲聲音呢持續咗好耐啊。卡斯一直盡全力呢對抗呢啲聲音。每當呢啲聲音消退嘅時候呢，就會有一段呢突然而嚟嘅寂靜啦。正如呢卡斯所熟悉嘅寂靜啊，亦即係話呢，佢只能夠聽到呢自然嘅風聲啦，同埋蟲叫聲。但係呢段寂靜嘅時間呢，要比噪音嘅時間呢仲有害啊！
卡斯會開始咧思索自己嘅處境啊，陷入恐慌之中。卡斯知道咧自己失敗咗啦，佢冇知識咧或者體力嚟到對抗嗰啲咧騷擾卡斯嘅嘢啦。卡斯完全無助咁咧踎喺自己嘅嘔吐物上面啊，幾慘咧！心諗咧佢嘅生命咧已經咧近乎終點啦，於是就開始喊啦。卡斯想要去思索自己嘅生命啦，但係唔知從何開始喎。卡斯嘅一生咧實在冇乜值得咧喺呢個最後嘅一刻咧加以強調啊，所以咧真係冇乜好諗嘅。呢個係一個特殊嘅領悟啊！卡斯嘅反應啊，同上次經驗到嘅類似恐懼嘅時候呢係有所不同啊。呢一次呢，卡斯係比較空虛，比較呢冇個人嘅感情呢喺度束縛住佢。卡斯自己問自己，一個戰士喺呢種情況下會點樣做呢？佢得到幾個結論啊。喺肚臍部位呢，有某樣嘢呢係非常重要嘅，嗰啲聲音呢非常唔尋常啊，而且呢係衝擊住呢卡斯嘅腹部啊。至於唐望搞鬼呢個諗法呢，係完全呢企唔住腳嘅。好啦，究竟呢係乜嘢喺度衝擊緊卡斯塔尼達呢？不過呢，可以話俾大家聽啊，卡斯係咪應該開心呢？係呢，大家記唔記得啊？肚痛代表啲乜呢？喺度阻大家少少時間啊！介紹翻呢我嘅課程啊！我而家呢有兩個課程啊，一個呢就係靈魂出體課程，喺裏面呢會教大家呢好多出體嘅理論啦，同埋呢各種出體嘅方法啦。另一樣呢就係雙腦同步意識焦點工具及探索課程啊。佢分為初班同埋進階班，喺裏面呢我哋會用翻門羅嘅雙腦同步技術，將各位呢帶到唔同嘅意識狀態啊。然之後呢喺裏面呢進行一啲探索啦，同埋呢學習各種嘅應用啊。例如說呢，我哋會學習點樣吸收能量啦，打開我哋嘅直覺啦，能量嘅治療啦，又或者呢去同其他嘅意識體呢溝通啊，甚至乎呢喺呢個雙腦同步嘅狀態下呢，我哋會進入出體啦，同埋去到另一個嘅能量系統啊。對賽斯資料有興趣嘅朋友呢，就要留意啦。出體傾呢之前開嘅賽斯讀書會啊，而家呢都有呢個上課錄音呢可以選擇去購買啊。上課嘅錄音呢包括呢個早期課嘅1啦、2啦同埋3啊，同埋呢個未知的實相啊。每一本書呢都會原汁原味呢全部講晒，並且呢加入出體傾嘅講解啊！有興趣嘅朋友呢可以上翻由零開始嘅 Facebook 群組啊，又或者呢去翻我嘅網站啊，靈魂出竅指南 www.outofbodyguide.com 嗰度呢睇翻相關嘅資料。繼續係由零開始，繼續有出體傾同埋即其利昂神啊！卡斯呢持續受到呢嗰啲怪聲嘅侵襲啊，嗰啲聲音呢就好似攻擊啊卡斯嘅腹部咁啊，令到卡斯呢好想作嘔咁樣。卡斯嘅腹部嘅肌肉呢非常僵硬啊，但係呢唔再抽筋啊。卡斯繼續呢唱歌啦，同埋深呼吸啊，一股舒適嘅溫暖呢充滿全身。卡斯非常明白啦，如果呢想要生存落去呢，就一定要遵守唐望嘅教誨先至得啦。卡斯喺心裏面呢，喺度複誦呢唐望嘅指示。佢記得呢太陽落山嘅位置呢，同阿卡斯踎低嘅位置之間嘅關係啊。確定方位之後呢，卡斯開始改變位置啦，令到頭部呢能夠向住自己呢嘅好方向啊，即係東南方。卡斯先呢慢慢咁將隻腳呢轉向左邊啦，一寸一寸咁做啦，好平靜好細嘅動作啊，直到呢小腿呢扭唔過之後呢，然後呢就令到身體同隻腳對齊啦。當阿卡斯開始偷偷轉動身體嘅時候呢，就感覺到呢一下奇異嘅拍打，有嘢呢掂到卡斯頸後面露出嘅皮膚啊！呢個呢發生得咁突然啊，佢不由自主呢驚叫起嚟啊！再度凍結喺原地啊！大家都記得哦，如果夜晚瞓覺冚被呢，冚唔到嗰啲部位呢，就有鬼嚟搞你啦！卡斯緊縮佢嘅腹部啦，開始深呼吸啊！又再唱起呢自己嘅培約特之歌。1秒鐘之後呢，卡斯又喺頸後面呢感覺到同樣嘅一下呢輕拍啊，啪一聲，卡斯縮埋一粒啊！卡斯嘅頸後面呢冇任何遮掩啊，佢覺得自己呢冇辦法保護自己啊！
然後呢，又再被拍一下。佢話嗰個呢係一種非常柔軟啦，好似絲綢咁嘅嘢呢，喺度碰觸緊卡斯嘅頸背啊，就好似呢有隻好大嘅兔仔呢嘅毛茸茸嘅腳啊。跟住嗰樣嘢呢，又再掂到卡斯塔尼達啦，然後來回呢喺度劃過卡斯嘅頸背，直到卡斯呢喊起嚟啊！好大個男人喺度喊啊，就好似呢一群安靜啦而冇重量嘅袋鼠呢喺阿卡斯嘅頸上面呢喺度跳咁啊！卡斯能夠聽到呢佢哋輕柔嘅爪呢喺度刮緊卡斯嘅聲音，呢種感覺呢唔會令佢痛苦，但係呢就會令佢發神經啊！卡斯知道啊，如果唔俾自己分心去做其他嘢呢，佢一定呢會發咗癲咁走啊！所以呢，卡斯慢慢轉動身體呢，面對新嘅方向，但係移動嘅企圖呢，似乎增加咗呢個拍打嘅次數。最後呢，佢變得咁劇烈啦。卡斯呢，乾脆一次過呢，唔好喐咯，一次過企起身佢要轉向一個好嘅方向啊嘛。卡斯乾脆一次過呢，將身體直接轉去新嘅方向。佢唔知道咁樣做會有咩效果啊，只係呢覺得呢一定要採取一啲行動啊，否則呢真係會徹底失去理智。當卡斯改變完個方向之後呢，嗰個拍打呢就停咗啦。經過一段長而難受嘅停頓之後呢，卡斯聽見啊遠處傳嚟呢樹枝折斷嘅聲音，嗰個聲音唔再靠近啦，就好似呢撤回另一個地點咁啊。漸漸呢有一陣強烈嘅樹葉搖動聲出現啦，似乎呢有一陣強風啊喺度吹緊成座山，四周圍所有嘅樹叢呢都喺度搖緊啊，但係呢就冇任何嘅風噶。樹葉聲呢同埋折斷聲呢混和埋一齊啊，令到卡斯呢覺得成座山呢喺度燃燒緊咁燒山啊！卡斯嘅身體呢就好似一嚿石頭咁僵硬啊，汗如雨下呢覺得越嚟越熱啊！有一段時間呢，卡斯確信啊，嗰座山呢喺度燒緊啊！卡斯冇企起身嚟到逃跑啊，因為佢全身麻痹，冇辦法喐啊！事實上呢，卡斯冇辦法呢，甚至冇辦法啦，擘大眼睛。呢個時候，卡斯唯一諗嘅呢就係呢，不如企起身逃離呢個火災啦。突然間又覺得火災，卡斯嘅肚呢開始嚴重咁抽筋啊，冇辦法呼吸啊。卡斯開始努力咁呢專心呼吸啊。經過一段時間嘅掙扎呢，佢能夠深呼吸啦。同時發現呢樹葉嘅聲音呢已經停低落嚟啊，只係剩低呢偶然嘅樹枝折斷嘅聲音，然後聲音呢漸漸遠去啦，終於呢完全唔再發生啦。卡斯能夠擘大眼啊，從眼縫中呢見到呢佢腳前嘅地面啊，天呢已經開始光啦。佢保持呢唔喐一陣啦，然後呢就開始伸展佢嘅身體，瞓低喺地上面啦。太陽呢從東方山脈呢之後呢升起啊。卡斯花咗幾個鐘頭呢先至伸直到兩隻腳，然後呢慢慢走落山啦，向住係啊。向住唐望呢離開佢嘅地方呢前進啊，可能呢只係喺1里之外啫。但係到咗下晝啊，卡斯發覺自己仍然喺樹林中啊，離嗰個地方呢仲有半里遠。卡斯話呢佢冇辦法再向前進啊，連腳都提唔起啊。佢諗到呢有山貓啦，於是呢就嘗試呢爬上一棵樹，但係呢手冇辦法支持身體嘅重量。佢靠喺一嚿石頭上面啦，決定就喺嗰度等死啦。佢相信自己呢會成為野獸嘅食物啦，佢甚至呢冇力氣呢去掉石頭啊。卡斯話佢唔肚餓啦，亦都唔口渴啊。稍早嘅時候呢，佢曾經揾到一條小溪，飲咗好多水，但係咁並冇令卡斯塔尼達恢復力氣啊。卡斯無助咁坐喺嗰度啊，沮喪大過恐懼啦，攰到呢唔在乎自己嘅命運啊。佢呢瞓低就瞓覺啦。佢俾乜嘢嘢呢搖醒啊？唐望呢正喺度呢望住卡斯塔尼達。唐望扶阿卡斯企起身啊，無啦啦又見到佢嘅。佢瞓完一陣啊嘛，佢呢俾咗阿卡斯一啲水啦，同埋一啲粥啊。佢笑住話：卡斯睇起嚟呢好悲慘啊。卡斯想要話俾唐望知呢發生咩事，但係唐望呢催促阿卡斯企起身啊。卡斯話呢佢冇揾啱地方啊。卡斯同唐望會合嘅地點呢應該係100碼外面。唐望呢半孭半扶呢卡斯落山啊。佢話呢要帶阿卡斯呢去一條大嘅溪裏面呢清洗啊。喺路上呢，唐望由袋裏面呢拎出一啲樹葉塞入阿卡斯嘅耳仔嗰度，然後呢喺卡斯兩隻眼睛上面呢各放一片樹葉啊。
再用一條布蒙住卡斯嘅眼睛。唐望要阿卡斯呢剝咗啲衫啊，用手呢遮住眼睛啦同埋耳仔，唔好聽或者睇任何嘅嘢。唐望用樹葉呢捽勻阿卡斯全身啦，將阿卡斯浸入一條溪裏面。卡斯感覺呢個係一條好深嘅大河啊，佢嘅腳呢都掂唔到嗰個河底啊。唐望呢拉住卡斯嘅右手嘅胳肋底啦。起先呢，卡斯唔覺得呢河水冰冷嘅，但係漸漸呢覺得好寒，嗰啲寒氣啦。河水嘅冰冷呢令到卡斯冇辦法忍受啊。唐望將阿卡斯拉翻出嚟啦，用一啲氣味奇特嘅樹葉呢捽乾咗阿卡斯。卡斯着翻衫啦，唐望呢帶領阿卡斯離開啊。佢哋行咗一段距離之後呢，唐望先至將啲樹葉呢由阿卡斯嘅耳仔同埋眼睛拎開啊。佢問阿卡斯係咪可以呢行返佢停車嘅地點。奇怪嘅係呢，卡斯依家呢覺得非常強壯啊，甚至呢跑上一個斜坡呢嚟到作為證明啊。行返去停車嘅地方嘅時候呢，卡斯呢一直呢緊跟住唐望啊。佢呢失足咗好幾次啊，令到唐望大笑。卡斯注意到唐望嘅笑聲呢特別令人振奮啊，將注意力呢全部集中喺唐望嘅笑聲上面。唐望笑得越多呢，卡斯就感覺越好啦。第二日啦，卡斯呢向唐望敘述成件事啦，由唐望離開卡斯開始啊。唐望由頭笑到尾啊，尤其係呢當卡斯話俾唐望知啊，佢覺得呢件事呢係唐望嘅另一個詭計啊。唐望笑住咁講啊，佢話呢：你總係以為自己受到詐騙啊，你太相信自己啦，就好似以為自己呢知道一切嘅答案，其實你乜都唔知道啊，細路仔，你係乜都唔知道啊。呢個呢係唐望第一次呢用細路仔嚟到稱呼卡斯塔尼達啦。卡斯愕咗一下，唐望發覺呢卡斯嘅驚訝露出微笑。唐望嘅聲音呢充滿溫暖，令到卡斯呢感覺悲哀。卡斯話俾唐望知啊，我總係唔謹慎啦，又缺乏耐心，因為呢嗰個就係卡斯塔尼達本身嘅本性啦。卡斯將會永遠冇辦法呢了解唐望嘅世界。卡斯好激動啊！唐望熱衷咁呢鼓勵卡斯，佢話卡斯呢做得好好。卡斯就問阿唐望，佢嘅經驗有啲咩意義呢？唐望就話冇任何意義啊。又係咁，同樣做咗咁多嘢啊，已經。同樣嘅事呢發生喺任何人身上啊，都可能啊。尤其係呢，好似你一樣啊，縫隙呢已經被打開嘅人啊，呢個係十分常見嘅。任何追尋同盟嘅戰士啊，都會有同樣嘅古仔可以話你知。同盟對你做嘅嘢呢，可以話係十分溫和啦，但係你嘅縫隙已經打開咗，所以先至會咁緊張。一個人冇辦法喺一個夜晚就成為一個戰士。而家呢，你一定要翻屋企啦。喺你感覺康復啦，縫隙關上之前呢，你唔好翻嚟揾我啦。吓？呢個呢就係第16章。係啦，咁我覺得呢，咁咩為止縫隙先至係可以閂埋到呢？其實呢，唐望之前咪講過咯。當你驚嘅時候，你會凝固翻嘛，即係個縫隙合翻埋嘛。當你凍嘅時候呢，都係啊嘛，你個縫隙就會合翻埋嘛。其實呢，投入翻現實世界，唔係驚嗰陣時，都係嬲嗰陣時。嬲嗰陣時係啦。當你投入翻現實世界嘅生活啊，即是話點呢？你唔再咁離地啊，係啦。咁你呢就個縫隙就應該合翻埋啦。咁其實個縫隙應該合埋好定打開好呢？其實呢，如果你個縫隙打開呢，就應該呢個意願走咗出嚟啊。咁咪會填滿翻個縫隙咯。根據唐望嘅講法啦，但係呢，呢個時候就係佢縫隙打開咗，但係個意願又未出嚟，就係呢個問題啦。好啦，最後一章啦，解離的真實啦，第17章解離的真實。好，卡斯話呢，佢好應該係最尾啊，應該係最尾咯。佢好幾個月呢冇翻墨西哥啦。佢利用呢段時間呢整理佢嘅筆記啊，用幾個月嚟到去閂翻埋個罅。佢話呢，由佢呢拜唐望為師嘅10年以嚟啊，唐望嘅教誨呢首次10年噶啦，10年又過去，係啦，唐望嘅教誨呢首次對阿卡斯產生意義啊。呢段暫停嘅時間呢，對卡斯呢有非常正面同埋清醒嘅影響，令卡斯有機會回顧以往嘅經驗啊，用適合學術訓練嘅方式呢嚟到加以整理。但係最後一次去拜訪唐望嘅記錄呢，就令到卡斯呢
對於自己已經能夠了解唐望知識嘅樂觀呢嘅呢個諗法呢產生咗動搖啦。佢一直覺得自己呢可以了解唐望嘅知識啊，但係呢依家佢覺得冇乜可能啊。卡斯嘅筆記最後一次記錄呢，就係1970年嘅10月16日啦。呢次拜訪所發生嘅事件呢，可以算係一個轉捩點啊。佢唔單止結束咗一個學習嘅階段啊，亦都開始咗另一個新嘅階段。呢個新嘅階段呢，同阿卡斯過去嘅經驗呢有好大嘅唔同啊。卡斯覺得呢，佢嘅報告呢喺呢度要告一段落啦。抵達唐望嘅住嘅地方嘅時候呢，卡斯見到唐望呢坐喺陽台上面嘅老地方啊。卡斯將架車停喺樹蔭下啦，拎起手提箱啦，同埋一袋雜貨呢行過去，對阿唐望呢大聲打招呼。仲有另一個人呢坐喺一堆柴火上面啊，佢哋兩個呢望住卡斯塔尼達。唐望揮揮手啊，嗰個人呢亦都跟住咁做啊。由佢嘅衣着睇嚟呢，佢唔係印第安人，而係一個呢嚟自西南部嘅墨西哥人啊。佢着住牛仔褲啦，同埋卡其嘅恤衫啊，頭戴牛仔帽啊，腳上面呢着住馬靴。卡斯呢先對唐望講嘢啦，然後呢就望下嗰個人。嗰個人呢對阿卡斯微笑啊，卡斯凝視住佢。跟住嗰個人呢就對唐望講啦：小卡羅斯喺呢度啊，而佢呢唔願意同我講嘢啦，唔好話我知啊，佢喺度嬲緊我啊。卡斯仲未講嘢啊，然之後呢佢兩條友呢都喺度大笑啊，卡卡大笑。呢個時候呢，卡斯先認得出啊，嗰個陌生人呢其實就係唐哲拿羅啦。吓？跟住佢笑住問：你認唔到我啊？吓？卡斯必須承認啊，佢嘅裝扮呢令到卡斯呢認唔到啊，認唔出咯。佢扮咗一個墨西哥人喎。跟住卡斯就問啦：你喺世界嘅呢個角落做啲乜啊？唐哲拿羅。唐望就話：佢嚟呢度享受熱氣啦，享受嗰啲熱風啦。跟住唐哲拿羅就話：係啊，你唔知道熱風對我呢個老骨頭有幾咁有好處啊。跟住呢，卡斯走到佢哋兩個之間坐低啊。跟住卡斯就問啦：熱風對你嘅身體有啲咩好處啊？佢話熱風呢能夠向我嘅身體傾訴驚人嘅事情啊。佢轉身面對唐望，跟住兩隻眼呢閃閃發光。佢對唐望講：係唔係啊？唐望肯定咁點下頭啊。卡斯話俾佢哋兩個知啊，聖塔安娜呢吹過嚟嘅熱風啊，對佢嚟講呢係一年之中最差嘅季節啊。卡斯好奇怪啊，唐哲拿羅呢會嚟尋找熱風啊，因為卡斯呢係迫不及待想要躲避佢啊。唐望對唐哲拿羅咁講，佢話呢，小卡羅斯啊受唔住炎熱啊，當天氣變熱嘅時候呢，佢會好似細路仔一樣呢感到窒息啊。跟住唐哲拿羅就問：窒咩話？窒息啊。跟住唐哲拿羅呢假扮關心咁話：Oh my God！佢做出絕望嘅表情啊，非常滑稽，即係呢好似積奇咁啊咁樣啊。好啦，唐望向唐哲拿羅呢解釋咗卡斯呢離開咗幾個月啊，因為呢卡斯同同盟呢發生咗一次不幸嘅遭遇。唐哲拿羅就話：咦，即係話你終於遇到同盟咯？卡斯含蓄咁講，佢話：我諗係啩。佢哋兩個呢都哈哈大笑啊。唐哲拿羅呢拍咗卡斯嘅背脊2、3次啊，係好輕嘅拍打。卡斯當成一種呢友善關心嘅表示啊。唐哲拿羅呢將手呢擺喺卡斯嘅膊頭上面望住卡斯，卡斯感到呢好祥和同滿足啊，但係只係維持咗一剎那啫。跟住唐哲拿羅呢就對阿卡斯呢做出一件難以解釋嘅事啦。卡斯突然間感覺到呢唐哲拿羅增加咗手嘅力量啊，就好似呢有成座山呢砸住佢嘅膊頭咁。卡斯一下呢就跣咗落地啦，直到塊面呢貼咗落地面啊。唐哲拿羅話：我哋一定要呢幫助小卡羅斯啊，對唐望呢做出一個呢串通咗嘅顏色啊。卡斯坐起身望住唐望啦，但係唐望轉過頭呢唔理阿卡斯。卡斯感覺遲疑啦同埋不安，覺得唐望故意假扮冷漠呢同埋疏遠啊。唐哲拿羅喺度笑啊，似乎喺度等緊卡斯嘅反應。卡斯請阿唐哲拿羅呢再次將手呢擺喺佢嘅膊頭度，但係呢唐哲拿羅呢唔願意。卡斯請求佢呢至少話俾自己知啊，究竟唐哲拿羅做咗啲乜嘢呢？唐哲拿羅喺度狂笑啊，
跟住卡斯呢轉向唐望啊，話俾佢知呢，唐哲拿羅嘅手呢幾乎呢砸死佢啊！唐望用誇張嘅正經語氣咁講啊，呢樣嘢我一啲都唔知喎，佢又冇將手擺喺我嘅膊頭度。然之後講完之後呢，佢兩個呢又喺度哈哈大笑啦，又喺度玩緊佢。卡斯又問啦：你究竟對我做咗啲乜啊，唐哲拿羅？佢無辜咁講啊，我只係將手擺喺你膊頭度啫嘛。跟住佢話再做一次，但係唐哲拿羅拒絕咗啦。呢個時候呢，唐望呢嚟到呢岔開話題啊，要話卡斯呢向唐哲拿羅描述上次嘅經驗。卡斯以為呢，唐望要佢呢詳細報告啊，但係呢，佢描述得越認真呢，佢哋兩個呢就笑得越緊張，越厲害啊！卡斯停頓咗好幾次，但係佢哋呢又再鼓勵阿卡斯講落去。唐望喺阿卡斯報告完之後呢，就咁講啊，同盟會嚟揾你，唔理你覺得點啊！我嘅意思係呢，你唔需要去引誘佢啦，你或者呢只係坐喺嗰度呢咬下指甲，或者諗下女人，突然間呢，你膊頭上一下輕拍，你擰轉頭，同盟就會企喺嗰度啦。卡斯就問：如果咁嘅情況發生咗，咁我應該點做啊？唐哲拿羅就話：喂，等一等，呢個唔係一個好問題，你唔應該問點樣做，因為你乜都做唔到啊！你應該問一個戰士應該點樣做呢？唐哲拿羅對阿卡斯眨眨眼啊，個頭呢側向右邊啊，佢嘟住嘴唇啊。卡斯望一望唐望，尋找線索嚟到分辨呢，佢究竟係咪開緊玩笑？但係呢，佢嘅表情呢係超嚴肅噶。跟住卡斯就學阿唐哲拿羅咁問啦，好啦，咁一個戰士如果咁嘅情況應該點做呢？唐哲拿羅眨眨眼，然之後呢嘴唇呢啫啫聲啊，似乎喺度揾緊一個好嘅字眼啊。佢捧住下巴望住阿卡斯，一個戰士會賴濕條褲咯。佢用印第安人嘅嚴肅表情咁樣回答啊。唐望揞住塊面啊，而唐哲拿羅呢就喺度拍打塊地，爆出呢喺度狂笑嘅聲音。唐望呢喺笑聲停止之後呢咁講啊，恐懼呢係永遠亦都冇辦法完全克服嘅。當戰士遇到咁嘅情況嘅時候呢，佢諗都唔諗啊，就即刻擰轉身，唔會理會個同盟啊。戰士唔會放縱，因為咁呢，佢唔會死於恐懼之中。戰士只會容許同盟呢喺佢狀況良好啦，有所準備嘅時候呢嚟到揾佢。當佢夠強壯去捉住同盟嘅時候呢，佢就會打開佢嘅縫隙啦，衝出去呢捉實同盟，將佢呢撳喺地上面啊，凝視同盟一段相當長嘅時間，然後呢，佢就移開視線，放走嗰個同盟。我嘅細路仔，戰士唔理如何啊，都會係一個主宰。跟住卡斯就問啦：如果你凝視同盟太耐，又會點呢？唐哲拿羅望實阿卡斯，做出凝視卡斯嘅滑稽表情。唐望就話：鬼知咩？或者唐哲拿羅願意話俾你知發生喺佢身上嘅經過呢？唐哲拿羅就話：或者啦。然後呢，佢又喺度笑。跟住卡斯就話啦：請你話俾我知可唔可以啊？唐哲拿羅企起身啦，伸展四肢呢，整到啲骨頭啪啪聲，然後擘大對眼，令到眼睛呢大到呢好似兩個波咁啊！睇起嚟呢好似個傻佬。跟住佢就話啦：哲拿羅呢將會令到沙漠震動啊！然後呢，佢就走入樹叢裏面啊。唐望用透露秘密嘅口吻咁講啊：哲拿羅係決心要幫助你嘅。上次呢，佢喺佢屋企裏面呢，亦都做咗同樣嘅事，而你呢，幾乎就看見啦。卡斯以為呢，唐望話嘅呢係發生喺瀑布嘅事，但係唐望話呢係卡斯喺唐哲拿羅屋企附近呢所聽到嘅怪異震動聲啊。或者嗰度係隆隆聲，佢屋企附近嚟啊？係啊。跟住阿卡斯就問啦：係啦，嗰啲係乜嘢聲呢？我哋一齊笑過啦，但係呢，你從來冇對我解釋係乜嘢。跟住阿唐望就話：你都冇問過。我有啊，冇，你乜都有問，只係除咗呢件事啫。唐望責怪咁望住阿卡斯，跟住唐望就話：呢個呢係哲拿羅嘅藝術啊，只有哲拿羅能夠做到。當時你差啲就看見啦。卡斯話佢從來冇諗過呢，將看見同當時聽到嘅奇怪聲音呢聯想埋一齊啊。跟住唐望直接咁問啦：你點解唔敢做呢？卡斯就話：看見對我嚟講呢係用眼睛嚟到看見嘅喎。
唐望望咗卡斯一陣啦，就好似呢卡斯有啲乜嘢唔妥咁。跟住唐望就話：我從來冇講過看見只係同眼睛有關喎。佢難以置信咁擰下個頭。跟住卡斯堅持咁問：佢係點整到呢啲聲音出嚟噶？唐望尖銳咁回答：佢已經話過俾你知佢係點樣做到噶啦。就喺呢個時候呢，卡斯又再聽見呢一陣驚人嘅震動聲。卡斯跳起身啊，唐望就開始大笑啦。嗰個聲音聽起嚟呢，只係巨大嘅山崩。聽住呢個聲音呢，卡斯有個有趣嘅發現啊。卡斯對於聲音嘅記憶呢，都係嚟自聲音嘅畫面啊。嗰一陣低沉嘅震動聲呢，就好似卡斯所睇過嘅一部電影之中呢，一座山崩嘅配音效果。唐望攬住個肚啊，好似呢笑到肚痛咁啊。嗰陣呢，好似行雷咁嘅聲呢，震動咗卡斯站立嘅地面啊。卡斯清楚聽見呢巨大岩石滾動嘅聲音，一連串碎裂撞擊嘅聲音呢，令到卡斯確信呢有一嚿岩石呢向住卡斯碌過嚟啊。卡斯非常困惑啦，肌肉緊張，隨時準備好呢要走噶啦。卡斯望下唐望啦，佢正喺度凝視住卡斯塔尼達。呢個時候呢，卡斯聽見啊，成世人從來冇聽過嘅巨大撞擊聲，就好似一嚿巨石呢跌咗落去屋後面啊，所有嘢都震動緊。就喺呢個時候啊，卡斯產生一種奇異嘅知覺啊，似乎呢有一剎那間呢看見一塊好似山咁嘅巨石呢喺間屋嘅後面。嗰個並唔係乜嘢巨石嘅影像重疊喺屋嘅影像上面啦，亦都唔係看見真正嘅巨石，而係呢聲音本身創造出巨石滾動嘅畫面。卡斯事實上呢係看見咗聲音啊！呢種不可思議嘅知覺呢，令到卡斯陷入沮喪啦同埋困惑之中。卡斯從來冇諗過能夠咁樣去知覺噶。卡斯喺理智上呢感到極為恐懼，決定要逃走啦。唐望捉實卡斯嘅手臂，強硬咁命令卡斯呢唔可以走，亦都唔能夠轉身，而要面對唐哲拿羅離去嘅方向。然後卡斯聽見一連串嘅砰砰聲，好似係石頭碰撞埋一齊嘅聲音，然後所有嘢就歸於平靜啦。幾分鐘後呢，唐哲拿羅翻返嚟坐低啦，佢就問阿卡斯佢有冇看見啊？卡斯唔知道應該講啲乜，佢擰轉向阿唐望尋求幫助啦。唐望正係凝視住卡斯，跟住唐望話：我諗佢有，然後呢，就笑咗起嚟啦。卡斯想要講呢，佢唔知道佢哋喺度講乜啊，佢覺得極為挫敗啦，感覺到一種生理上嘅憤怒啦，同埋唔舒服啊。唐望話：我諗呢，我哋應該留佢一個人坐喺呢度啦。佢哋企起身啦，兜過咗卡斯塔尼達。唐望大聲咁講啊，卡羅斯而家放縱喺佢嘅困惑之中啊！大家有冇印象呢？唐哲拿羅係點樣發出嗰啲聲音噶？唔記得，唔記得啦。我話俾大家聽啊，佢每逢呢，屙屎嗰陣時啊，係啦，要去大便。佢每逢要大便嘅時候呢，佢就話哲拿羅而家要令群山震動啦，咁樣啊。佢啱先就話呢，哲拿羅而家要令沙漠震動啦，咁樣啊。但係呢，其實呢個呢，並唔係你想象中嗰啲胡鬧嘅嘢嚟噶。點解啊？其實呢個呢係一個奧秘嚟噶，佢特登屙屎奧秘，佢特登喺卡斯塔尼達面前做。我依家劇透少少先啦，我諗幾本書之後先會講到。係嘛？其實呢，每次唐哲拿羅會出現喺唐望屋企呢，都係要教佢嘢嘅。佢都係替身嚟噶，佢唔係真身嚟噶。哦，佢其實人在幾千里遠嘅地方，佢用嘅替身飛過嚟唐望屋企，而呢，佢話呢，一個替身呢，如果你練成咗替身嘅話，佢就係有實體嘅，你甚至可以攬起佢嘅，佢有重量嘅，但係佢直頭壓腳地添啦。係佢基本上乜都做到，但係有兩樣嘢做唔到，食嘢同埋屙屎，係啦。所以呢，呢個確實係一個示範嚟噶。如果佢製造聲音，而卡斯塔尼達真係能夠看見嘅話呢，佢就會知道究竟發生咩事。所以唐哲拿羅呢，係的確係幫助緊卡斯塔尼達去練成呢個看見嘅。我哋呢，今集呢去到呢一度啊，下個禮拜呢應該係呢個解離的真實嘅大結局啦，係咯。
大家等咗好耐啊！你會唔會講到短呢？會唔會講好短？冇所謂啦，短嘅話我哋咪休息一下咯，冇所謂啫。哦，咁嘅。短有短講，呢長有長講，好好。係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啦喎，拜拜。